神灵啊，求你来，我软弱，你明白，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担。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使徒行传》最后一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伟峰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清晨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单单仰望你，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学习保罗的样式，能够大胆的传福音。我们也感谢牧师能够为我们讲精辟的解说这些经文。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在美好一天的开始能够领受这样子的恩典。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在开始之前这样子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我们昨天从《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28章的上半段，看见保罗他在海上的航行虽然搁了浅，但是还有登岛，那差一点被毒蛇咬，或是已经被毒蛇咬，但是每一个意外都可以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那上帝也以传福音、传道的人同在。不论吃了什么毒物，或是手拿毒蛇，都不怕遭害。那也看见上帝虽然打乱这个保罗的行程，或是百夫长游流的行程，但是把保罗带到马耳他岛上，也有上帝的美意，让这岛上的岛长的父亲，还有许多的这些岛上的住民都能够来信了主。然后呢，也让我们看见在这么多人能够在岛上来度过寒冬，那上帝的话真的是可信的，每一个人的头发都不掉落。那看到最后他们历时3年，保罗也抵达了罗马，路加也发出了感慨。那虽然我们读使徒行传只有短短的30几天了，那但是保罗这趟路就耗费了3年的时间，好，那好几次命都没有。好，那保罗在他的哥林多书信当中也有提到他怎么样好几次的丧失性命，也有提到这一段。但是我们看见保罗继续为主做见证。那今天我们要看最后的28章使徒行传的结束。那在读经文以前，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保罗第4次布道旅行是受审坐牢之旅从耶路撒冷被询问，然后千夫长把他带到了凯撒利亚。那在凯撒利亚那边2年的时间，经过了千夫长的审问，还有亚基帕王的审问，那终于他说他要上诉罗马皇帝，所以他就起航，那停过了西顿，又停了美拉，又停了要在这个克里特岛的地方开始遇到这个东北风尤拉格罗，那一场船的差一点的这个搁浅，那最后是搁浅在马耳他岛上。那从马耳他岛上呢又待了3个月，接着到叙拉古、基利翁、布丢利，然后从布丢利之后就开始从路上行前往三馆，那至于最后到了罗马。那在罗马当中写了这些的书信。好，那我们来看今天28章后半段的经文。好，首先请伟峰带我们来读28章的16节到20节。第16节，我们到了罗马之后，保罗得到准许，跟看守他的那个兵士住另外一个地方。过了3天，保罗约当地犹太人的领袖相见，他们来了。保罗对他们说：“同胞们，虽然我没有做什么冒犯同胞，或是违背祖宗规矩的事，我竟在耶路撒冷被囚禁，又被解交罗马当局。他们审问我，可是我找不出我有什么该死的罪。
有意要释放我，但是犹太人反对，迫不得已，我只好上诉于皇帝，并不是我对同胞有什么要控告的。为了这个缘故，我要求诸位见面谈谈。我之所以带着这锁链，原是为了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谢谢。那一行人到了罗马，那包括路加，那16节说他们在罗马城内，那百夫长就把这个囚犯交给御营的统领，那还有一个看守的士兵，那但这个看守的士兵是单数啊，所以表示保罗在这边呢，并没有很多人的严密管辖他，或是一个重大囚犯，那只剩下一位士兵在看他。那后来从后面知道说，这个士兵的看守呢，其实也不是真的把他关在监牢当中，而是一个比较礼遇，他还可以自己花钱自己租房子啊。那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呢，他的传福音的策略都是到不同的地方向犹太人来做见证。那这也是他所领受的呼召。那神要他向外邦人、向君王、向犹太人做见证。那这几个地方都是我们有看过，保罗他进了会堂。那特别他有一个是在推拉努的讲堂，在边停留2年的时间。那以至于最后他是在自己上帝的殿，在圣殿当中，却被带到罗马的，却从耶路撒冷被带到罗马这边来啊。好，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那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主后的60年到主后的62年，那是春天，就是冬天已经过去，那他们才能够在春天顺利起航。那来到了罗马地区。那保罗其实在来到罗马之前呢，他就已经写了罗马书，送到罗马的教会来。所以这一群来跟保罗见面的教会呢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已经看过保罗的罗马书，但是因为保罗是在第3次布道旅行结束的时候，好，那才写罗马书，所以离现在这个时间来讲，大概有3年多以上。那所以可能也有新的罗马教会人加入啊。好，那所以我们从罗马书的第1章还有15章可以看见保罗跟罗马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虽然他之前都没有来过，但是跟这教会的关系其实是保持得挺密切的。那保罗把这些罗马的犹太人的领袖请来，那可能也包括在教会内的领袖。那但是他要先跟这些犹太的领袖表示的就是说，他其实是来这边是要来上诉罗马皇帝，但并不是要告犹太同胞，而是呢他已经被证实他并没有犯了该死的罪，只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直不放过他，所以呢他才要必须要一直不断的上诉，以至于来到罗马。但是20节，那保罗有提到说，他是为着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而戴上锁链。那以色列人盼望是哪一位呢？就是先知摩西所说的上帝要兴起一位先知，或是大卫曾经所说的那一位主，要使他坐在他的这个脚凳在他的要使他的宝座成为他的脚凳，以及这位是神所预言的受膏者，是弥赛亚，那就是终极的盼望。好，那所以保罗在这边做了一个说明。那接着再请伟峰带我们来读21节到24节。21节，他们对保罗说：“关于你的事，我们并没有从犹太接到任何信件，也没有同道从那里带什么消息来，或是说你什么坏话。但是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你所属的这一门教派是到处受人攻击的。”于是
他们跟保罗约定聚会的日子。那天到保罗住处来的人很多，从早到晚，他向他们讲解上帝国的信息，引证摩西法律和先知书，要他们信耶稣。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有的信，有的不信。好，那刚才有提到说，这个保罗抵达时间大概在主后60年，好到62年之间。好，那但是我们前面有读到这个亚波罗，就是18章那边地方有提到说，在克劳地年间，好，那克劳地皇帝把罗马城所有的犹太人都驱逐出境了，好，赶离开罗马城。好，那所以这个事件呢是在主后49年，大概是离保罗到的10年、11年前了。那所以，犹太人在罗马城又慢慢又聚集起来，但并不是很多。但是犹太人也有曾经知道被罗马皇帝驱逐的经验，所以他们在罗马城内呢，也比较不敢像在耶路撒冷或是帖撒罗尼迦这样子的明显的引起这些的暴动或是躁动。但是这些犹太人呢，反而听到保罗这样说呢，他们的回应是：关于你的事，我们并没有从犹太接到任何的信件，没有收到任何的公函，也没有听说关于你什么不好的地方，反倒是他们听到的是因为你这个教门啊，所以这里都在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的耳闻当中，认为这不过只是犹太教的其中一个教门。那所以保罗呢就跟他们约定时间，从早到晚。好，那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待了1年6个月，以弗所待了2年，好，凯撒利亚待了2年，现在在罗马呢，好，又有时间可以从早到晚和这些犹太的同胞弟兄姐妹来讲解神国，就是上帝国的信息。那就是把路加福音前面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好的4福音的内容，能够向这群犹太人来讲解。那同时他也还引证的是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啊。好，那摩西的律法所代表就是5经，创出利民生。那先知书，那这也可以说是在旧约圣经的分类当中，如果是2分法，就是分为律法书和先知书，所有不是摩西5经的通通归纳在先知书当中。那意思也是用犹太人所熟悉的旧约经典，目的呢就是要他们来信耶稣。所以保罗在罗马的传福音呢，是带领他们然后来讲解旧约的圣经，然后把新约耶稣的教导让他们明白。但是保罗这样的努力呢，他所说的话，有的犹太人相信，有的犹太人不相信。好，那这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撒种的比喻当中，好，有这个种子会落在不同的地方。那最后接着再请伟峰带我们来读25到27节。25节，他们彼此不能同意，就散开了。未散之前，保罗说了一句话：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的祖宗说过的话是不错的。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人民，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看不见，因为这人民心智闭塞，他们塞住了耳朵，闭上了眼睛，不然他们的眼睛就会看见，耳朵也会听见，心里领悟，回心转意，我就治好他们。好，谢谢。那所以这群犹太人当中呢，因着保罗所传的耶稣的福音，有的信，有的不相信。不相信，好，那还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这个限制当中，以至于呢，信跟不信呢就分为2种，一个可能就加入了罗马的教会，一个呢就继续在犹太人的会堂。那但是他们并没有再扩大这个冲突，或是
儒家在这边没有记载。那他们因为这样子而分散，但是呢，在分裂之前呢，保罗引用以赛亚书的第6章第9节和第10节来向犹太人做见证，就是你去对这百姓说，这是圣灵透过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你去对这百姓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看不清楚啊。所以听到还要信道，信道还要行道。所以从听到信到行是有过程，但是只有听再听再听，却不信就没有办法去行。所以因为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继续说，因为这百姓为什么不能信，是因为他们的心有蒙了心，就是和本人说心麻木，耳朵塞着，眼睛闭着，那就是他们接受上帝话的主要的器官是用眼睛看，耳朵听，还用心去体会，但是心呢却被油给蒙蔽麻木，耳朵呢塞着不听神的话，眼睛闭着看不出神的作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这也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一句话呢，在马太福音13章、马可福音第4章、路加福音第8章，耶稣自己都曾经引用他所传的道，他和12个门徒所出去传道，70个学生，但是为什么被拒绝不相信？这背后其实都是上帝的工作，就是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会回转过来，上帝就会医治他们。所以上帝刻意让有些人听见会相信，但是也让有一些人听了再听了也不会相信。其实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传福音的结果最后都是在上帝的主权当中，并不是在我们的期待或是我们的预计，我们只是尽我们传的部分，至于别人领受和不领受，那是在上帝的手中。但是呢我们可以做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传，或是我们怎么知道去帮助人，让他的眼睛能够打开，耳朵不要再塞住，心呢不要再麻木。心麻木在现代中文译本翻成心智闭塞，或是心灵迟钝，信得太迟了。耶稣复活之后也曾经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就是动作反应太慢了。那最后再请伟峰他们来读28到31节。28节，于是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知道，上帝拯救的信息已经传给外邦人了，他们倒是会听的。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2年，凡来访问的人他都接待，他大胆地宣讲上帝国的信息，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好，谢谢。那所以保罗对于这群因为听信福音而意见不合产生分裂的犹太人，那引用犹太人他们所敬重的大先知以赛亚的话，那这也是耶稣早就已经多次说过的话。但是保罗最后的结论是28节，所以你们应当知道，上帝拯救的信息已经传给外邦人，就是这救恩已经传给外邦人。那保罗也已经写了罗马书，在罗马书也很清楚的来指出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圣跟因信得荣，就是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或是外邦人，都要走这样子的过程，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才能够心意更新的变化，才能够成为一个上帝国的百姓。那所以这些外邦人呢，他们倒是会听，就是保罗也大胆的预告。那还有一个29节和合本有小字，那在现代中译本这个29节，就是保罗说了这个话之后，犹太人就走了，那他们的中间就发生剧烈的争辩了，就是或是议论纷纷。那这也是福音所产生的，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那在这个道的成为同道当中，我们都能够在同一个信仰当中，真的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看到中世纪的宗教改革，
同样的圣经，但是却在不同的解释当中所产生的基督教的分裂，或是不同的教派所的产生，其实可能都是需要更多的沟通，需要更大的包容，才能够看见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主一信一洗一神。那30节保罗就在自己租的房子，所以路加也强调保罗他来到这一趟罗马受审之旅呢，要花费是巨大的，那不仅是负担这一路来的费用，那还要花费的他在这边等候审的这个期间呢，大概要2年。那这里提到了2年这个数字啊，那这2年呢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个就是当时罗马人的租屋呢签约，最多就是签2年。2年呢你没有继续的话呢，这个租屋呢就自动解除。第二个说法呢，就是路加他花的时间写使徒行传，这个大概花了2年。那路加福音可能前面已经完成了，或是路加花了2年的时间来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所以到这边路加后面就没有东西继续写。那或是第3个说法，就是2年是罗马皇帝要上诉的时间，不能够超过2年。如果这2年没有向皇帝上诉，这个案件就必须要撤销。不论哪个说法呢，好，那我们知道保罗这2年也不是在那边发呆空等候，因为30节后面说，这2年当中呢，凡来访问他的见保罗的，保罗都接待他们。那接待就是保罗做东啊，好，保罗在这边好像是以犯人被告的身份，但是呢，他在这边接待这些人，不论是各教会来的人，或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那他的接待呢是31节，他都大胆，就是放胆的传讲神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所以不是只有教导耶稣，也教导基督。所以使徒行传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福音书里面的耶稣在使徒行传之后已经成为基督。所以从使徒行传一开始的这位被你们所定的耶稣，主已经立他为基督了，到最后就是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一个救主，耶稣基督成为救主，没有人禁止。那保罗这样的工作呢，没有人禁止，也没有受到阻碍。好，那所以虽然使徒行传在这边就告一段落，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个其他的3卷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3题来知道，在这后面呢，保罗并没有在罗马就结束他的工作和服事，反倒是保罗还有第5次的布道旅行了。那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主后64年到主后66年。好，那保罗大约是在主后的66年到67年，好，那在罗马殉道。好，那有几个事件呢，就是主后的66年呢，有犹太人的第一次的犹太人战争，然后主后68年呢，是罗马皇帝尼禄自杀，因为那时候主后67年的罗马城的大火，所以这些事件呢，都跟保罗在罗马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就留下了很多很有趣的线索。那主后69年呢，尼禄自杀之后呢，同时有4位凯撒来担任罗马的皇帝。那主后70年呢，提多将军他率领军队攻入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的圣殿毁坏。那也结束了这个犹太的战争，从主后66年的犹太战争。那这个都是在后面历史上可以对照的事情。所以使徒行传的结束并不是结束，它反而是一个开始。好，那我们也从这个使徒行传的总表，从第1章到28章，好，那可以做一个快速的复习。第一章讲到耶稣复活升天和门徒聚会祷告等候，第2章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第3章讲到
这个使徒彼得和约翰行神迹做见证。4、5章呢讲到教会受到试探、受到逼迫，但是仍然靠主得胜。第6章选出7位执事。第7章讲到司提反的殉道。那1到7章呢是教会的建立，也是耶路撒冷，福音传在耶路撒冷。第8章开始呢，讲到扫罗怎么样逼迫教会。第9章讲到扫罗如何的归主，相信耶稣是基督，以及彼得他继续在犹大全地的工作，以及该撒利亚工作。第10章哥尼流事件，还有11章安提阿教会建立，还有12章雅各被砍头，然后彼得他被关，也被囚得到释放。所以8到12章是教会的扩展，所以福音从耶路撒冷变犹大和撒玛利亚。那所以1到12章呢，好，就彼得做代表，中间还有司提反，还有腓利第8章，还有扫罗中间的悔改。那13章之后呢，好的主角呢都跟着保罗。好，那从安提阿一直到地几，13、14章是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15章是回来之后的耶路撒冷大会。16、17章，15章到18章是保罗第2次布道旅行。18到21章是保罗第3次的传道旅行。那21到23章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的被捕。24到26是保罗在凯撒利亚的受审。那最后27和28是保罗被押送往罗马。所以使徒行传的结构其实很容易来理解。也当我们把这样子的过程消化之后，我们就很能够容易的掌握使徒行传。那透过地图来看的话，紫色的线是保罗第1次的布道旅行，绿色的线呢是保罗的第2次布道旅行，来到了特罗亚，到了欧洲，到了哥林多，然后回程经过以弗所，然后再去到了耶路撒冷，再回安提阿。那红色的线是第3次布道旅行，直接到以弗所，然后因为以弗所的暴动，才又去到了欧洲哥林多3个月，写了罗马书，再从路上的原路回来，但是在米利都见了以弗所的长老，告诉他们施比受更有福，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圣殿被捕，然后才有第4次浅蓝色的布道旅行，就是往罗马的路程。那除了保罗，其实这些的使徒们他们都是很积极的在传福音。虽然在路加的记载当中并没有太多提到这些其他的使徒们，但是这些使徒们他们为主耶稣，为同样的信仰，为耶稣是基督所做的，那在各地也都使各地的教会能够一一的建造。所以并不是只有保罗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每一个传福音，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信徒、使徒，都是在这个上帝的国度当中一起来建造，一起来努力，一起来打拼。那今天我们使徒行传读完，我们看见保罗他自己所说他是欠福音的债啊，那他也努力的还债，用着这样子的心态，那他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他自己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神弃绝，所以他是战战兢兢的在做福音的工作。那他也在来到罗马之前，其实他已经把罗马书这个新约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信息已经完整的来写下，也帮助历世历代的人，不论教会如何的变化，这教会我们看到从初代教会到中世纪教会到天主教的大公教会产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但是因着保罗的罗马书，让这个教会呢如雷贯耳，又能够听到完整的福音，又把教会能够拉回来，因信称义，唯独圣经，人人皆祭司。那我们也看见保罗在以弗所辩论2年，他在罗马也教导了2年，后来还有第5次的出去的传道布道。那犹太人坚守律法，可是呢心灵却迟钝，所以上帝的话要和上帝的灵一起来动工。使徒行传最好的证明就是要有神的话，还有神的圣灵，才能够正确的来认识救恩。但犹太人呢，他们却只领受神的话，却不能领受神的灵，以至于他们的心灵迟钝，油蒙的心，耳朵塞着，眼睛闭着，不知道要如何悔改的途径。最后使徒行传呢其实是未完待续，所以
我们都继续在使徒行传的29章、30章、31章不同的章节当中，使徒行传的真正的完结篇是在启示录以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传承使徒行传的精神，能够继续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与人来分享，借着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来证明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救主，是上帝的独生子。谢谢大家在这38天的参与，我们明天继续要接着来读撒母耳记上下，那也是一个对犹太人传福音最好的工具，就是来读撒母耳记。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在这将近40天的时间当中，我们能够一起借着使徒行传来看见圣灵你的工作，还有上帝你的作为，这样的记录，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明白，这是上帝你所做你的救恩的彰显，不仅要向犹太人，也要向外邦人，不仅要向平民，也要向君王来做见证，求圣灵继续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等候祷告，领受那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要得着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能力，就能够在各个地方到天涯海角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伟峰，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对，谢谢牧师，谢谢，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主的恩典乃是一生，只求